Hello，今條片繼續同大家去分享一個八字案例，係關於女命克夫呢一個議題嘅。好多人都會有同樣嘅觀點。如果呢個八字比肩林立，再加上佢梟印重疊嘅話，呢一個女命佢就會必定克夫。其實呢個案例係我八字教學嘅一位學生喺網上見到，然之後佢就叫我同大家去分析一下案例嘅命主喺乙卯大運克咗3個丈夫，其中2個係死亡，一個係離婚。命主係咪真係喺一柱大運連續克咗3任嘅丈夫呢？咁我就真係無法考證嘅，所以暫時呢個案例只能夠俾大家做一個參考，了解更加多關於克夫呢一個議題上面嘅一啲觀點。首先我哋分析下呢個八字嘅 DNA， 佢天干係比肩一片戊土，地支4個午火，偏印重重。我本人就推測呢個命主嘅性格缺陷係非常自我，甚至乎係有恃無恐。運程上，只要天干佢唔掂到財同埋官，地支唔掂到食傷星，問題其實係唔大㗎。如果單從呢一個八字嘅組合嚟睇，並唔一定就會出現所謂嘅克夫。命主其實之所以會發生感情婚姻嘅問題，主要都係喺運勢呢一個問題點上面，因為運程起咗相關嘅作用，而唔係佢八字本命。如果唔係有咁樣嘅運程，就唔會產生克夫呢一種情況。所以好肯定咁樣講，乙卯大運呢一個運程發生咗好多同佢官運密不可分嘅事情。從五行生克嘅角度嚟講，好簡單，天干唔可以行財，水一定會受傷，壬水係必定會受傷，癸水就會被合，所以佢唔可以行財運，會出現破財。咁究竟點解佢嘅感情婚姻會出現問題？天干佢比劫林立，比劫嘅本質就係分享，唔理好定係壞，亦都會同日主去分享。一旦佢行官運，即係甲乙木，就會同人分享，佢嘅感情婚姻好大可能會出現問題。呢一個係其中嘅一個睇法。地支4個午火，佢最驚就係見到辛金同埋酉金，一旦行金運就會出現印克食傷，官生印克食傷，流年亦都係一樣唔能夠行辛金同埋酉金，所以好肯定地呢一個八字大運流年同樣都係唔能夠行辛酉運勢噶。另外有啲人會認為呢個八字亦都會克子女，從呢個八字嘅本命而言，佢並唔存在克子女呢一種現象。我哋睇下佢嘅乙卯大運，天干乙木，乙木官星一出現就會被克，呢個係佢大運運程上面展現出嚟嘅象。佢本命同樣都唔存在克夫。從大運再加上流年分析，我哋可以知道乙卯大運最怕行金，尤其是係庚寅辛卯呢一啲流年，佢嘅金唔係被合就係受傷。金一嚟就係唔好，辛酉金一出現就會受傷，因為官帶嚟嘅唔順或者係悲傷，流年嘅運勢亦都唔好。所以呢一個八字嘅本命並非克夫克子嘅基因，佢嘅婚姻唔好主要係因為大運所造成，係運程引起嘅，並非佢自己本來就係克丈夫。大家要謹記嘅一點係運同埋命係2種完全唔同嘅現象。五行八字睇嘅就係運勢，並唔係宿命，係運勢引致婚姻嘅問題，並非本命引致嘅。同八字同性別唔一定產生同樣嘅象。一段好嘅婚姻，除咗八字組合帶嚟嘅福氣以外，後天嘅教育、性格、修養佔非常之大嘅因素。拜拜。